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品源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块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人咧讲啊，欢喜空啊，看戏戆。这是咧讲吼，做戏的人吼，一定要专心去投入这个叫小角色，表演吼，唔才会精彩。看戏的人吼，都一定要看甲真入心啊，真入戏吼，才会当去了解享受着讲这个剧情。咱讲知影讲即马吼，虽然讲美国啊、日本的电影吼，伫世界上拢真有名，但是应该有真侪观众朋友还会记讲咱台湾的台语电影，其实吼嘛真正有真好的成绩哦。伊影响了真侪咱台湾人，嘛表现了台湾的文化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要来看卖讲以前的台语电影到底有偌尔时行、偌尔风光。你还会记讲几部台语电影呢？咱到底来去看电影哦。你敢有发现，若是咱行伫咧电影街，想要看电影的时阵，是毋是真罕伫看会到华语片，佮较莫讲是台语片？毋过你敢知影？60年前，台语片捌伫咧台湾是请甲掠袂牢，几啊出真有名的电影，迄当阵拢捌造成轰动。上档的时阵，佮需要出动警察来维护特殊。你要回去？阮厝代志莫送时来。台湾捌有一个好莱坞，你敢知影伫倒位？伫迄个时阵，每一天拢有10几出电影开始拍，每礼拜拢有3出片拍了。1960年代，发展甲真好的台语电影，嘛互相关的产业小连续来成立。迄当阵北投的温泉旅馆，甲附近的好山好水，拄好是拍台语片上利便的场景。嘛因为天时地利的条件配合之下，成就台语电影1/4世纪的好光景，而且嘛是咱台湾人记忆当中上请仰的台湾好莱坞。天理第一号伫倒？唔知啊，我啥物都唔知啊。今仔日呢，咱邀请到一位真爱电影的人，伊嘛是咱国家电影中心研究所的陈瑞颖老师。Hello， 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主持人你好。以前的历史上吼，这个记录上，敢若像讲咱台语电影其实是真时行，有一个真长的时期吼。台语片时代，咱先讲伊是台语片，就是内底咧，唔管啥物人拢讲台语。是。日本人也讲台语，内底也有土啊，有龟，全部人拢讲台语。就甲咱细汉的时阵看迄种啥物百战天龙、马盖先迄种共款，吼，是为着要互遐个听无国语的人，会当看电影，会当享受即款的趣味，所以讲拍即个叫做台语片的物件吼，要互母语的人看。其实就互大家会当听台语，来讲台语，就像讲咱台语台啊，所有的节目、所有的内容拢台语，台语电影其实嘛是即个真大的功能，就是伫这部分。但是遐佫有一个历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迄阵吼，其实会当听国语、会当看字的人伤少啊，较少。大部分咱的阿公阿嬷啦，或者是迄个共时代的人，其实因听台语是足通的。是。你若讲是日本片，有一个编书伫咧边遐解说吼，毕竟迄嘛是佫有人家己翻译嘛。是。若讲是准讲是大陆迄边过来遮的电影，迄都免讲啊。迄故事可能佫离咱佫较远。是。所以遐个电影吼，甲改做用台语发音的电影，变做是咱台语咱这台语母语人吼，台湾人最爱看的。是。所以迄阵是大事件。是流行到什么款的程度？迄阵我会记得伫咧1957年的时阵有办一个影展，叫做台语片的影展哦。是。这影展吼，大家爱去投票。是。票选你感觉上红上称的迄个台语名称，有人就会去买遐个报纸，因为一张报纸内底加一个选票。是。为着要甲我上介意、我上爱迄个名称来甲沙听，怎啊买10份、100份的这个报纸，甲灌票，是，要互伊调。怎啊报纸袂了了？是吼，你整理过遮济个关于着即个咱即马电影的国家的电影的部分，你讲较时行的电影、较有名的电影有多几出？
足侪台语片内底，即马留落来吼，敢若200部左右，无到200部。所以即马我即马讲吼，凡是有人会跳出来讲，无，你讲的迄毋是上红的，这才是上红的。是。但是有一个一定会当讲是上称的，就是第一出的迄个台语片，叫做《四边柜》甲王宝钏。歌戏。是，伊是歌戏。伊即马我哪有找到？是。吼，台南艺术大学迄边有甲修复。是。所以即马我哪有看会到？是吼，以早我会记得讲我少年的时阵吼，讲会知影讲哦，因为我做歌戏底嘛吼，我就知影讲啊，以早咱台湾的头一出即个电影吼，就是这个四边柜甲王宝钏这出。因为一般的台语片吼，可能卖较好的，可能卖7天一礼拜。啊，若较歹有可能1天、2天、3天都落片啊。是。迄出听讲是一礼拜10天吼，30天拢伫搬。是哦。就表示讲一直连映就对啦。大家拢去看。系啊，而且即马咱找到是伊搁去甲改做迄个客家调。客家话。嘿，搁甲配客家的声音，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伫咧客家庄，原来即出戏嘛足像的。咱最近呢，咱看到讲这个国家电影中心吼，开始咧整理一寡咱以前的这真珍贵的一寡影像吼。其中吼就是讲咱前几站啊吼，有看到讲整理一出真趣味的这部叫做大劫梅花long吼，咱看这还有无？你看大家会清查，哦，咱人去演迄个禽兽动物，这顶悬阁有写哦，伊讲吼，叫做天然景吼，禽兽庄吼，台语动画故事片。不过我看了以后吼，我感觉讲根本都不是囡仔看的啊，伊是互大人看的电影内底有真侪迄个剧情吼，是算讲是真激烈啦吼，而且人迄内底清查吼嘛有淡薄仔迄落分级的，未分级嘛吼。老讲即摆来分级，伊的清查伊的表演可能讲无像讲咱想讲互带囡仔去看，其实伊是互大人看一个动画故事嘛。迄阵因咧翕这个电影的时阵啊，确实想的是囡仔会去看。有影吗？是。看了以后咪教歹囡仔大细。这个导演叫做张英吼，这张英这导演啊，伊头脑做够想的。是吼。伊就想讲吼，我这拍这电影啊，大人来看嘛。我若是拍这囡仔的电影吼，一个囡仔讲要看，爸母2个人。阿公阿妈。搁爱陪伊去，对无？安尼若是一个囡仔要爱看，就3张票。你讲3张伤客气，是不是？5张票。安尼是不是搁较侪人会看？对。咱全台湾哦，只要1/10伊的囡仔有爱看，安尼我唔就请啊，对无？是吼。导演就大趁钱啊。其实我感觉讲这个一个美感，因为伊是咧演禽兽这个动物啦吼。算讲吼，迄动物吼，嘛穿较少的啦吼，伊咧跳舞的时阵囡仔讲迄查某囡仔咧穿安尼，无啦，迄鹿仔啦，狐狸精啦。你看，迄狐狸精就是生到这型的，所以讲这个教育的部分，其实会当这个中间吼，嘛会当甲算讲甲暗过啦吼，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啦吼。即嘛想开始这个片真趣味啦，但是以前的人，我那最认真在看待这个代志哦，包括伊这个衫啊，是专工请这个舞台衫啊设计大师吼故意来设计。是。所以讲，你看迄个陆小姐的衫啊，哇，有够下输的。是。再搁开一空啊。是啊。因应该是无想讲有啥物色情啊，啥物物件啦。你看伊顶悬搁有写哦，陆小姐痴情，梅花鹿报仇，狐狸精引狼，吸火龙凶暴。伊拢将这个角色啊、叫啥剧情啊，拢写伫这海报顶悬。搁有哦，内底搁有动画故事，有这个狼来咯，搁聪明的狗啊，搁有这个龟兔赛赵小六安尼吼，这个故事。你看迄个年代有这个创意，会当算讲是一个真有创意的做法吼。这做一个大人囡仔都会当看的。咱即马去看以前的电影吼，有的时阵。当然会当用咱即卖眼光去甲看啦，感觉伊做趣味啊，做新色啊，伊才会当对我来讲，伊才会当来推广。是。但是伫台语片内底有搁较济，其实足认真的吼，毋是即种的，敢若即卖看较趣味的物件吼，有的可能讲到女性的环境啦吼，或者是讲迄个时阵的社会啦，有即款的话题伫个，嘛有足济足认真的台语片通看的，各种的类型拢有哦。上济可能就是参像咱即马8点档看到迄种，咱叫做家庭的片啦。家庭吼，就是有男主角、女主角啦，通常有可能是少爷去爱着查某囡仔啦，吼，爸母无答应，2个人怎相带走啊？即款的吼，流目屎啦，或者是讲生一个囝，但是这囝去互带走啊，啥物吼万里要来找妈妈啦，即种的剧情足济，也搁有武侠片，也有西部片，冒险的、古堡的，间谍的，
007，什么款拢有，是想会到的拢有。迄个时代吼，大家思想拢遮尔开化，遮尔多元，像讲咱台湾是真封闭，其实拢是一直是拢真开化，伫电影内底会当看会出来吼。规个台湾对娱乐的这个题目，拢是相牵做伙。是，譬如讲流行歌啦，也有台语片，有台语片可能嘛是小说改编的，是，或者是小说改编做这个改编做广播剧，是，啊个编做台语片，全部拢牵做伙。是，啊个有歌戏，啊个有客家戏，啊个有什么只要是会当想会到的，拢基本上拢做会到，咱拢是安尼。大家上爱看的是啥？我感觉应该嘛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家庭通俗的这种片，大家上爱看。有啊，我看这就是安尼。你看，就讲这丈夫的秘密啦，吼，啊，旧情秘密啦，吼，这款的拢是讲家庭伦理的代志。应该咱的阿嬷迄辈吼，生活有淡薄痛苦啦，吼，啊去看这来哭哭的吼，心情可能感觉有较爽快。咱发现讲台语电影内底其实吼，这个女性的角色，吼女性的这个地位吼，较无共款。台语电影内底其实苦段真重要。苦段就这。对啊，那苦段吼受尽折磨啦吼，啊讲个家庭婚姻不如意啊吼，但是咱台湾的女性有一个特色，伫咱电影内底我看到的，我感觉讲，虽然讲伊家庭环境无好吼，或者是讲受到一寡阻碍，但是伊迄个意志拢真坚定。吼，女性的迄个坚强，吼，伊去追求伊心内遐想法。我感觉讲，伫咱台语电影内底真多啦，台语片迄阵真兴，即马拢完全会当讲等于拢无。以早咱的阿公阿嬷因讲台语，但是咱的爸爸妈妈有会接受这个国语的教育，已经会当看这个国字。迄阵的这个风气，我那嘛讲啊，咱西洋的较好，美国电影较好看，日本电影较好看。是，因嘛对因。家己父母所看这个电影，感觉讲啊，迄足粗俗的，迄较无好看。我要来看这个，要来看迄。所以讲一个世代来一个转变，佮加上电视出来。是。因为以早咱这台语电影拢黑白，啊电视拄出来嘛黑白，而且是免钱。啊踮厝看电影就好啊，咱何必都要开钱，佮去到遐甲人客咧。所以规个时代改变吼，致使着咱这台语电影渐渐啊变少啦。但是咱即马吼，这无要紧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已经过去。咱应该吼，即马安怎去想真侪方法去找回来吼，豆豆啊，将这个物件去恢复起来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侪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我听讲吼，迄个台语片咧上时间的时阵吼，差不多有超过1000外部台语片，这是敢有影的事实吗？有影，有影吗？有影，但是咱即马伫看吼，电影这个艺术，甲以早电影艺术有小可无共款。是倒位无？以早咱讲台语片吼，感觉讲哇，台语片敢会一出来几千万的迄成本，唔免，唔免吗？唔免啊！迄阵吼，迄阵几落10万就拍起来啊！啊，可能一礼拜10天、20天就7000啊。但是迄个时阵10外万嘛，算讲真大圆呢。嘛是大圆，但是甲即马咱讲好莱坞铁达尼号、阿凡达，迄是无共款的。伊会当讲是一个大量来产出的一个物件。甲咱即马讲一个电影拍3年，这无共款。是吼。可能一2个月就爱拍出来啊。即阵哦。叫做天字第一号，我吼看到顶管伊只顶管有介绍，轰动自由中国的爱情伦理间谍国语奇片，奇怪，伊只讲的是国语，咱这出毋是个台语片吗？天字第一号其实是中国上海迄个时代吼的国语片。是。嘿，导演张英哦，伊在逃难来到台湾的时阵，身躯顶有哪有炸这个剧本伫的？我了解。迄阵哦，伊的太太是这个北红小姐。北红。北红小姐哦，嘛是对这个剧本甲拍做台语片一个真大的帮赞，因为伊讲吼，这内底这个女间谍的这个角色，足适合伊的。是。内底会当装老啊，装做查甫啊，装做日本兵啊啥，伊感觉会对伊的演技对真有发挥。所以伊真坚持讲，这部片爱拍。对吼，有影来咱即个家己想，像讲咱讲到迄个梅花鹿迄个电影，北方嘛是内底演迄个陆小姐嘛吼，比如讲吼，伫咧电影内底过造型吼，拢无共款的迄个形态安尼吼，1000外部是安怎剩即马200外是安怎？这主持人我讲互你听，
咱即马想讲要留一出的电影，你感觉爱偌济空间来留一出电影？其实应该唔免啦，是毋是 DVD 一部一对啊，咱电影？的时代想的都是安尼。对啊，但是以早毋是哦，一部电影是拷贝5卷，足济呢，5卷的这个 copy， 是，所以伊体积有够大的。是讲迄一卷差不多有偌大，安尼一个人一卷差不多安尼啦，吼，安尼啊5卷，啊个足重的，半身人悬。嘿，而且这个物件足歹藏的。日头较小可较烧，吼，较湿，饮水啥火烧都拢无啊。是。所以这个物件甲留咧要创啊咧，以前的人想袂到，讲这物件未来是咱国家的宝藏。有影啦。啊，若甲卖掉，有啊，小可有回收的这个钱伫啊。是。所以甲摕去做啥？做咱这个领吼，这领内底的这个垫片或者是无啊。哦，我知，就是讲咱个领珠顶悬啊，领珠后壁要甲挺起来，迄个物件。是，其实有一寡吼较有这概念的人，原来有留起来。但是一个这过程中，咱会当讲是90年代才来发现讲台语片这是一个宝藏嘛。是。但是经过你遮尔久啊，有的人搬厝，吼，饮水啥有的无的，或者是讲。因某就甲讲，你遐物件摕遐种啊啦，迄啦，定位吼，全无去，各种的意外啦，致使着咱即马留落来物件足少的。真侪即个好莱坞因的电影，你看讲虽然讲是一个水景，但是事实上伊是伫咧片场内底，伊是伫咧即个病内去运作的吼。啊，以早的时阵，大概咱台湾这片场啊，或者是即个布景，吼拢搭伫啥物所在啊？比如讲国民党的中央啦，或者是省政府的这个台制厂、台湾电影制片厂，或者是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，这3间是上大的，是公部门的，公营的。啊，其他的拢是民间的，民间的可能就成本无遐尼粗啦，吼。啊，台语片的搁较低一级。根本都无啥物点影片当用啊，有啦，有几间啊，但是无遐尼济。啊，因要安怎创咧？外景拢是景，拢拍外景。譬如讲客厅，咱来租一间啊，这个北投的旅社，旅社内底这客厅都会当用啊。是。房间就做小姐的房间吼，爸爸的办公室，啥物物件拢会当伫咧一间温泉旅馆内底来达成。哦。啊，若要单情岁来外口北投公园、小桥流水，啥物都有。是。哦，啊要玩家啦，要决斗，边啊有这个丹凤山山顶，有树啊，有大石，拢会当用。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其实咱的北投都是咱的台湾的好莱坞。是啊。是吼。即卖人吼看电影，敢若袂去期待讲内底有歌吼，敢若咱袂安尼吼。对。但是以早无歌是袂当有电影的。一定要有主题曲、插曲。对啊。你看咱这海报吼，咱这海报有的顶头会写讲插曲10首，吼插曲10支，逐支拢足好听，会安尼写哦，吸引着咱这观众入要内底看电影。吼，咱即马会当看到的足侪，譬如讲，有歌到电影，譬如讲小肉粽、小肉粽啊，古井咪咪啦，啊，本省头一出音乐片。哦，内底有顶管有写。这古井咪咪哦，就亲像洪一峰先生伊家己的一个 MV 同款。是吼。内底可能有10首歌，啊，逐首都有一个故事安尼，啊，故事甲安尼规个连起来就是古井咪咪。内底就看伊啊，看伊的爱情故事。有赞助演唱是洪一峰合唱团。主题歌内底拢有写哦，有古井咪咪，有快乐夜幕场，青春爱恋哦，彩槟榔。有影咧，老师你讲咧，插曲10外支。这内底都拢爱做好听，爱做翕倒安尼。哦，啊，歌词嘛写伫遮呢，欢乐相逢情难舍，旧情绵绵言难尽啊，唔想你，唔想你。所以讲，伊这甲音乐的产业内底是有真深的关系。台语歌甲台语电影，敢若是无法度分嘛。以早你看咱这个黑白电视。吼，14寸，其实看无啥物咧，所以听的这个娱乐变做最重要的。吼，不管是歌戏啦，或者是电台唱流行歌、唱歌戏，还是讲电影内底对白嘛拢足侪，歌足侪，就是要互你听到有较爽快啦。是。所以我感觉这嘛是即马甲以早无共款的所在。即马去看电影的时阵，突然间吼演的，啊突然间男女主角开始唱歌，即马人感觉奇怪。但是以前人讲你无唱歌才奇怪。对。吼，就是讲你爱有歌通好听，啊有影像通好看，啊个剧情，安尼才会入场嘛。咱即马伫咧看这个台语片，通常啊，像我这个年岁这个观众，感觉啊足无聊，那演甲遮尔慢啊，两个要斗阵就紧来斗阵，啊要冤家紧来离的。但是我感觉以前毋是安尼吼，以前看电影的这个环境，甲咱即马无共款。咱即马可能是物件拢传好，啊坐伫遐啊，
已经拢无电光嘛，拢无电光啊，伫遐看电影吼，足严肃的。但是以早大概是吵吵闹闹，哪食哪伫遐嗑果子，哪伫遐看电影。啊，伊若哭，我嘛对伊哭一下；或者是伊笑，我嘛对伊笑，变做是一个足轻松的一个场合，一个环境吼。所以我感觉即马咱伫咧看这个以早的物件的时阵，袂当用伤过悬的标准去甲看吼，反倒是应该甲用较轻松的，咱就配合伊内底不管倒一种内容啦，用较轻松的角度去甲看，安尼颠倒会当来，搁较会当来接近因迄个时阵的即个环境。是。有一个电影《王国六个游台湾》，是游台湾，有迄根本就是观光片嘛。但是我感觉像《王国六个游台湾》迄种的电影，咱即马甲看，伊哪会搁走去3D 门遐拍啦吼？是。因做的迄个代志，会当讲是迄阵咱的阿公阿嬷做欣赏的即个旅游的物件，所以会当看台语片，会当去想讲咱的即个祖先，或者是咱的顶一辈吼两辈因。到底因的愿望是啥物？是啊，所以讲即马咱电影国家电影中心吼，会伫你的负责的这个范围中间吼，你开始去修复这个影像啊，这个片啊，甚至讲你国家中心甲出版起来，这个过程中间你会当甲咱解说讲伊的困难点。有的人就伫想讲啊，台语片遐尼济遐尼重要，恁国家电影中心摕这大家税金吼，那会无甲200部拢甲修复起来？是啊，其实无法度啦，有影无法度啦，咱看这。已经是欧白片啊，欧白片要修复一部可能200万的，一部啊200万，所以讲可能比拍迄个成本更较悬啊。悬有够济，而且嘛，就用足济时间才会当修复，伊是用一格，亲像 Photoshop 安尼去甲修的。啊，有的当然当用软体一个照过啦，但是有的较幼的所在，爱一格安尼去甲修理。但毋知影无？电影一格，电影1秒24格。1秒24格，所以讲要修理迄1秒，你要开24倍的功夫。所以一部电影会当讲是足长的。是。所以咱即马差不多从为6年前到即马，国家电影中心已经有修复，已经差不多20部左右的即个台语片，咱有出一寡即 DVD，吼，包括台语片60周年的时阵有出一套 DVD， 是，啊，搁有林团秋导演的一套 DVD，啊，到今年7月份、8月份的时阵，搁会出一个新奇的 DVD。是，这是即马会播哦，吼，而且你无理由啊，以前迄底片会害去，即马这 DVD 至少会当放100年，所以讲你会当摕转去吼做咱台湾囡仔的传家宝，甲因讲吼，咱的祖先是安怎去生活，是毋是安尼？对，咱这是文化呢。对，咱是台湾人，咱对台湾的代志无了解，你是要去甲家孙讲，搁去甲外国人讲，所以咱来去了解咱家己的代志。所以讲这个国家电影中心会当算讲是任重负远啦吼。其实电影呢，这种娱乐吼，已经超过差不多发展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。发展到今嘛这个时期吼，已经变作是咱大家生活中间真重要的一部分。咱对这个台语电影内底，咱会当看到讲，迄个时阵的人吼是用什么款的语言，是安怎去过日子，咱台语电影吼为咱留下了真珍贵的大众的记忆。所以讲，今日真感恩老师来甲咱现场甲咱介绍，嘛望着你会当继续甲咱推广这个台语电影吼，咱的这子孙啊，莫讲子孙啊啦，咱子孙啊，吼去了解到讲吼，咱台湾文化的这个重要性甲珍贵的宝物。感谢你，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，唔通袂记得后礼拜，请准时收看咱报道歌丁。